今日帶大家睇睇呢個居屋2房單位，入伙處嘅一體式組合櫃，進展意式極簡美學，平滑冇多餘裝飾嘅櫃門透出利落質感，上方開放式閣架兼收納同裝飾功能，下方摺疊台可以靈活收放，慳位又實用。客廳右側係大玻璃趟門配細窗嘅陽台，陽光可以大量灑入，望落特別通透明亮。主人房依窗而足，方正格局兼具實用與靈動，雙人床與大型衣櫃妥貼安置，巧妙構築收納同休憩嘅理想天地。每日晨曦透過全景玻璃窗傾瀉而入，拉開窗簾時油光四溢，搭配極簡設計線條，空間更顯開闊通透。細路房巧妙運用高低錯落嘅平台設計，塑造出層次豐富嘅立體空間。上下床除咗具備強大儲物功能，造型更充滿童趣，為小朋友打造夢幻成長天地。廚房以低飽和色調營造高級感，腰型台面依主食動線設計，操作順手。集成爐搭配大單槽，高效實用。開放式窗台令空間更通透敞亮。浴室配備超大浴缸，浸浴極致舒適。浴缸玻璃隔斷，帶有紋理設計，為簡約空間增添藝術感，俾你盡享放鬆時光。海思迪為你締造一個與眾不同嘅家。